大家好，又嚟到今周嘅市場熱話。今日咧想同大家咧探討翻一啲穩定幣嘅發展啦，同埋呢個南韓嘅股市。最後咧想同大家咧就係講翻咧澳門嘅一啲衛星賭場嘅一啲終結之後咧，咁對於賭股嘅一啲影響啦。近排嚟講咧，當然個市場咧都聚焦喺個穩定幣嗰方面。咁點解咧無端端穩定幣咧個市場個熱度咧又炒起咗咧？最主要個原因咧就係近排嚟講咧有隻美股上市嘅 IPO 啦，就係喺一間咧就係 USDC 發行商咧就叫 Circle 咧，就喺美股裏面上市啦。咁佢 IPO 價咧就係31蚊，咁最高嚟講咧，短短幾日咧都升到去咧曾經見過咧就係138蚊啊，升咗咧就係3.4倍。呢方面嚟講咧，令到市場咧都關注翻啲穩定幣嘅發展啦。其次嚟講咧，無論美國啊、香港啊、南韓咧，其實咧都努力咧喺度推動緊咧穩定幣嘅發展，包括咧今個禮拜嚟講咧，美國方面咧有望咧參議院咧都會通過翻咧就係一個穩定幣嘅法案啦，叫做 Genius 嘅法案。另外咧，香港咧過去咧就係咧通過咗咧一啲穩定幣嘅一啲條例草案啦，南韓咧亦都對於一啲數字資產嘅基本法咧，亦都係通過咗嘅。咁呢方面嚟講咧，都表示咧嚟緊咧，如果一啲企業咧發行翻個穩定幣嘅話咧，其實咧都可以申請翻個牌照。所以咧呢方面咧都帶動翻咧可能市場啊，尤其是加密貨幣市場嘅一啲資金咧流入翻咧相關嘅資產嘅。要知道咧，其實咧，如果單純睇一個穩定幣嚟做翻個轉帳咧，其實咧舊年嚟講咧，嗰個規模咧已經達到咧27.6萬億嘅一個規模啦。咁呢個轉帳嘅交易量咧，其實咧已經係多過咧Visa 啦同埋 Mastercard 嘅一個交易量啦。所以咧，一旦嚟講穩定幣，如果未來作一啲跨境嘅轉換啦，或者一啲零售嘅一啲付款咧，一旦嗰個技術係成熟，應用亦都係成熟嘅話咧，其實咧隨時咧 Master 啦同埋 Visa 啦，再加上成個銀行業嚟講咧，都帶嚟一定嘅一個挑戰嘅。第二樣咧就係想同大家咧講翻呢個南韓股市啦。近排嚟講，當然咧見到南韓股指就係 Kospi 咧，就係升到去咧2900點一個水平啦。南韓一向嚟講咧個股市咧都冇乜人留意㗎啦。一嚟咧就係個經濟又麻麻啦，二嚟當地嗰個政局咧其實都不穩。第三咧，其實當地嘅股市咧，其實大家可能最主要咧個焦點可能都係三星電子啊、SK 海力士兩間大公司嘅。不過咧，自從咧南韓新嘅總統啦李在明上任之後咧，其實咧預期咧個權力真空嘅一個時間咧，最壞個時間咧已經過咗。嚟緊咧可能咧會推行一啲一啲財政政策啦。央行嗰方面咧，之前嚟講又積極減息啦，已經將個利率咧下調到去咧2.5厘㗎啦。所以咧財政政策同埋貨幣政策咧喺相驅動之下咧，其實咧市場咧對於南韓嘅股市咧有望嚟講咧都會有翻個明顯嘅改善。再加上咧新嘅南韓總統李在明咧喺個競選嗰陣時都表示咧要將南韓嘅股市咧 Kospi 咧就係去到咧5000點嘅水平。相比起而家2900點，潛在升幅咧當然有7成幾啦。所以咧，如果我哋係想關注翻個南韓股市，除咗咧就係呢個可能購買翻就係 iShare 發行嘅一個 MSCI 南韓 ETF 咧，都可以咧選取啲基金嘅形式嘅。其中嚟講咧 ETF 個形式嚟做翻個購買嘅話，其實因為咧個計價嘅貨幣咧就係美金，所以咧如果一旦嚟講美金同埋韓圜咧個波動加劇嘅話，其實都會影響翻咧個 ETF 嗰方面嘅回報嘅。呢方面咧都要留意翻嘅。最後嚟講咧，當然要講翻咧，就係一啲澳門嘅衛星賭場啦。澳門政府咧最近嚟講亦都宣布翻咧，之前嚟講有3年嘅一個寬限期咧，對於呢啲衛星賭場咧嚟緊咧都會咧喺今年年尾咧就係正式咧就係屆滿就係結束㗎啦。而家嚟講，澳門咧就有11間嘅衛星賭場啦。其中9間嚟講咧就由澳博之前嚟講咧就係擁有嘅。而家嚟講咧，澳博咧亦都宣布翻咧嚟緊咧9間裏面7間咧將會結束經營嘅，其中2間就係呢個澳門凱旋門啦，同埋呢個16浦娛樂場呢2間咧就會保持翻嘅。呢方面嚟講咧，
其實對於澳門嘅博彩股，咁澳博嚟講，可能就會影響大啲啦。大家要知道咧，澳博咧旗下啲博彩收入咧，其中40%嚟講咧，就係嚟自衛星賭場嘅。不過咧，如果計及咧，就係分成咗之後咧，其實呢衛星賭場嘅佔澳博嘅 EBITDA 咧，大概咧都係1至2% 左右。所以咧，對澳博嚟講咧，整體嗰個資產負債表咧，影響唔係話算太大嘅。不過咧，要留意翻咧，就係一旦嚟講一啲衛星賭場咧結業之後咧，一啲賭客可能咧就係流去其他博彩嘅公司啊嘛。咁所以喺短期嚟講咧，對澳博嘅博彩收入咧，可能咧就會尤其是市佔率各方面咧，可能會有啲影響。呢方面咧就會睇實翻咧澳博咧未來個經營效益各方面咧，會唔會咧有所改善嘅？如果博彩板塊裡面咧，而家嚟講咧，首選咧都係美高梅中國啦。睇翻第一季嘅數據嗰方面咧，其實咧喺6間博企裏面咧，美高梅中國喺第一季嗰個純利咧，其實係錄得個增長嘅。其他同行嚟講咧，第一季咧都會錄得個倒退，所以咧首選嚟講咧都係美高梅中國嘅。咁我今日咧市場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咁就咧下次再見。咁利益申報翻咧，本人會有持有咧上述提及嘅股票嘅。拜拜。